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用呢粒 Make Up Forever 斷貨王530眼影去遮黑眼圈。首先準備一個千年冇瞓過覺咁樣嘅黑眼圈。化咗粉底之後依然都仲係好深色。第一步就係用 Make Up Forever 嘅高清調色霜，先會用三文魚色嘅遮瑕液做咗一個調色作用先，中和翻個黑眼圈。切記千祈唔好點太多，少少就夠噶啦。下個 step 就係揀翻同自己差唔多膚色嘅遮瑕液做遮瑕，然後再用遮瑕掃均勻咁 blend 開。搞掂遮瑕部分之後咧，我就會上蜜粉。今次咧係用 Make Up Forever 最新嘅高清粉餅，佢嘅粉質超幼細，焦油效果非常之出色，可以 blur 走啲毛孔。最後就到530眼影出場啦！你冇聽錯，佢真係一粒眼影嚟嘅，但係粉質係非常之幼細，好適合喺眼底做一個打亮嘅作用。我個眼底比較凹陷，佢嘅原理咧就好似一個膨脹式咁樣，將嗰個位置打亮翻咧，等佢有膨脹嘅感覺，望落去咧就會冇咁凹。黑眼圈咧就遮咗大概有90%以上，望起上嚟個樣咧就會冇咁攰，冇咁眼瞓，成個樣即刻朝氣勃勃，好似瞓飽覺一樣。如果你未擁有呢粒530眼影，記得趁佢翻貨好快啲買啦！